我哋今次呢首歌反話嘅班底呢，就有曲嘅 Jerry、詞嘅鐘雪、rap 詞方面有 Bosco、Marcus 同埋 Taylor，而編曲就有葉樹輝同埋監製徐浩。咁歌嘅內容係講啲咩呢？我哋有時候會遇上中意嘅人，可能我哋因為會驚怕醜啦，同埋怕俾人哋拒絕，所以我哋就會用反話，可能話我唔愛你啊，但係其實心裏邊有另有嘅答案，所以我哋就用反話嚟表達我哋真正嘅愛意。好記得收到第一次首歌嘅時候，我同 Marcus 都有各自寫翻自己 rap 嘅部分啦，但係發覺好似爭緊啲喎，因為我同佢都係第一次去參與呢個 rap 詞嘅創作啦，所以就揾咗我哋大師 Taylor 嚟俾一啲建議同埋一啲 inspiration 我哋。我自己都認識咗 Taylor 一段時間啦，由組成到而家。今次第一次寫 rap 揾佢幫手，因為更加容易去表達我想表達嘅感受或者目的啦，所以我就今次揾咗佢幫手啦。Spot 第一次一齊聽呢首 demo 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哇，真係好有戀愛嘅感覺啊！一首歌嘅無論歌詞啊，定係呢個旋律咧，都令到我哋有嗰種青春夏日戀愛嘅感覺啦。而我自己聽到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完全就係寫緊一個年少嘅男仔咧，面對自己中意嘅女仔嘅時候，又唔敢講真心説話而講反話嘅情況，係好 sweet 嘅一首歌。今次 MV 嘅造型其實就有兩個嘅，第一個咧就十分之青春活力，充滿住七彩繽紛嘅顏色，咁就突顯翻我哋每個人唔同嘅特質。另一個咧就浮誇啲嘅，有帶住少少童話嘅味道嘅古典造型，咁就帶少少荒誕嘅感覺啦，咁就襯托翻我哋今次反話呢首歌嘅主題，咁就俾人一種十分之同現實抽離咗嘅感覺。咁今次呢個反話 MV 呢，其實同 MV 導演 Isaac 喺出道相嘅時候已經合作過一次啦。配合歌名反話呢，咁喺個 MV 入面會有好多唔合理嘅道具啦，例如巨大塊嘅手、打斜嘅台。大家睇下喺個 MV 入面發現到一啲咩新奇奇怪嘅道具啦。咁今次 MV 女主角 Kanda 其實係一隻好得意嘅斑點狗啦，而佢喺我哋今次嘅 MV 咧都有唔同造型，所以大家記住咧留意下呢隻咁得意嘅斑點狗有咩千奇百怪嘅造型。咁今次我哋呢首歌舞蹈上都有好多特別嘅設計嘅，其中咧就包括我哋用咗手語去表達我愛你、我掛住你嘅意思。因為好多時候咧，我哋暗戀一個人都會因為怕醜啦，咁所以就唔敢直接去表達，咁所以我哋唯有喺個舞裏邊咧加手語去表現呢個意思啦。希望大家喺留意我哋嘅 MV 嘅同時，都要睇下我哋舞蹈上各種嘅特別設計啦。